好多客人成日問我啲人啊，點解倫敦啲樓成日都要行10幾分鐘先到地鐵站啊？好遠喎！其實喺倫敦行10分鐘係真係好正常，甚至有啲人覺得呢一種係一種享受嚟嘅。英國人真係習慣咗行路，呢個同城市規劃非常有關。條街又夠闊，又冇電單車喺度亂咁行，舒服之餘，你仲會成日見到有人會喺度街跑，行得非常安心。天氣又涼爽，太陽又唔太刺眼，行下仲可以曬埋太陽添。仲有啊，英國人真係好中意邊行邊傾偈，拍拖、見朋友、返工都會用行路嚟代步，變咗生活嘅一部分。其實行路都有好多好處㗎，一方面夠健康，另一方面又可以發掘一下倫敦嘅特色小店。最緊要啊係地鐵飛貴到喊啊，行路真係可以慳返唔少錢。我記得有一次喺唐人街食打邊爐，食完同朋友邊飲奶茶邊行路返屋企，行咗半個鐘頭，傾下偈，講下讀書，講下做嘢。到而家返到香港先至發現，原來呢一啲咁簡單嘅行路時光係咁珍貴。其實倫敦好多景點都可以行路去㗎，好似由大英博物館行去大笨鐘，又或者由 Tower Bridge 行去對面岸嘅碼頭。如果你喺地圖睇，你會覺得好似好遠，但係真係行起上嚟會發現比你想象中輕鬆又舒服，仲可以邊行邊欣賞沿途嘅風景，變成你一段最美好嘅回憶。但係當然，如果你真係唔中意行路都唔緊要，可以睇下我哋嚟緊呢兩個新盤 Trillium 同埋 White City Living， 真係做到出門口就係地鐵站，一個喺黃金地段 W1， 另一個係 Imperial College 學生嘅最愛。唔想行咁咪就喺地鐵站旁邊咯。仲有其他問題 DM 我啦，我係 Kian，我會幫你揾到最啱你嘅買樓方案。記得 follow我，學多啲英國置業貼士。